各位朋友、弟兄姊妹平安。今日繼續同大家分享一啲聖經嘅醫學知識、衛生知識。上次我哋睇過呢，神指示亞伯拉罕同佢嘅後裔呢係要呢個受割禮嘅。咁現代嘅醫學專家講俾我哋聽呢，原來割禮呢係可以大大減低男性好多疾病嘅風險嘅。咁好啦，聖經呢唔止話上帝選民嘅後裔呢要受割禮，佢亦都指明呢，佢哋呢係要喺出生之後第8日受割禮喎。咁點解第8日呢？咁嗱，現代嘅專家講俾我哋聽佢話新生嬰兒佢嘅血嘅凝固能力止血嘅能力呢係視乎呢佢有幾多維他命 K 咁初生嘅嬰兒呢頭嗰幾日呢係得好少嘅啫，咁一路去到第7日呢，嗰個維他命 K 嘅數量呢就會大量增加啦，去到第8日呢，佢就會飆升，去到人生嘅高峰嘅喎。咁所以第8日呢，佢嘅維他命 K 嘅數量呢就好充足，係一生人嘅頂峰。咁呢佢嘅於是呢，佢呢個具備咗止血嘅元素啦。咁一個專家講呢，佢話第8日呢，凝血酶原嘅存在數量呢，實際上增加到超乎正常水平嘅100%以上嘅。咁呢個係男性嘅一生中嘅正常情況下呢，唯一一日係咁樣嘅啫。咁所以要進行手術呢，喺第8日呢係最完美嘅一天。因為呢嗰個風險呢，流血不止嘅風險呢係最低嘅。嗱，我哋試想下呢，亞伯拉罕嘅時代呢係距今4000年以上嘅。咁人類呢係尚冇顯微鏡冇呢個血液化學嘅分析更加冇呢個凝血機制嘅概念嘅。咁摩西同呢個亞伯拉罕點樣可以憑經驗或者當時嘅醫學知識精確係選定第8日係做最安全嘅做手術嘅時機呢？唯一嘅合理解釋呢，係呢個命令呢係源於那位創造人體、掌管生命節律嘅神。聖經每一節嘅細節包括看似微小嘅第8日呢個規定呢，佢嘅醫學精準都係見證着其超自然嘅來源嘅。唔係出於人，係出於那位永活嘅真神。聖經強調人類嘅身體同生命嘅節律呢，都係出於神嘅設計同埋掌管嘅。我哋呢係不得不讚美神創造人類嘅奇妙嘅。詩篇139篇14節講：我要稱謝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知道的。感謝神。好，今日分享到此為止，下次再見，拜拜。